张译是近年来演技广受好评的男演员，从电视剧到电影戏约不断。你觉得张译哪部电影最好看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张译最火的10部电影，包括《红海行动》、《亲爱的山河故人》、《追凶者也》、《我和我的祖国》、1秒钟、悬崖之上等，你看过几部呢？张译10大经典电影一《红海行动》。《红海行动》是张译电影代表作之一，影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2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惨胜的故事。张译在片中饰演个性坚定果敢、为人彬彬有礼的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本片不仅是2018年的春节票房冠军，还获得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亲爱的，张译经典电影《亲爱的》是一部打拐题材电影，主要讲述以田文军为首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孩子以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李红琴如何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本片当年获得了中国电影华宝奖优秀故事片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张译还凭借饰演的韩德忠一角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3山河故人。张译主演的电影中，细说小编最喜欢这部《山河故人》，这是一部由贾樟柯编剧执导的家庭剧情现实题材电影，讲述了汾阳姑娘沈桃一家3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张译在片中饰演男主角张晋生。2015年，该片入围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奖项，并获得第6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公众大奖。追凶者也。追凶者也是张译电影代表作盘点中好评如潮的一部。影片由曹保平执导，讲述了在偏远的西部村寨悄然发生的一桩残忍凶案，被警方推为首要疑凶的汉堡汽修工宋老二与落魄古惑仔王有权、夜总会领班董小凤一起上演了一部嬉笑怒骂的黑色淘沙故事。张译凭借片中董小凤一角，不仅获得了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男演员，还提名了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张译最火的电影之一。影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故事，分为7个单元。张译主演相遇，扮演2代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高原一角。作为无数国防科技战线中的一员，由于原子弹研发工作保密度极高，同事之间也互不知姓名。他3年未与家人联系，后来他因病离港，却在公交车上偶遇曾经的恋人方敏。凭借该角，张译获得第18届中国电影华宝奖优秀男演员奖。1秒钟，10大张译电影之一的1秒钟是张艺谋执导的作品，影片改编自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讲述了张九生为看女儿影像，不惜冒重罚穿越千里黄沙，途中偶遇寻找废旧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和从不失误的电影放映员范电影，3人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张译为了更好地塑造该片中的人物形象，剃了光头，减重至110斤左右。本片当年是第46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片，还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悬崖之上。张译哪部电影好看？悬崖之上绝对是必看的一部。该片为电视剧《悬崖》的前传，讲述了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执行秘密行动的故事。由张艺谋执导，张译在片中扮演男主角张宪臣，他是4人特工小组核心人员，在受到敌人非人般的酷刑折磨后，他和卧底周乙联手布下险棋迷局，并成功实施了乌特拉行动，最终牺牲。凭借该角，张译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万里归途。万里归途是殷桃和张译主演的电影，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程朗受命前往协助撤侨，任务顺利结束，却得知还有一批被困同胞正在白桦的带领下前往边境撤离点的故事。张译在片中饰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1等秘书宗大伟，凭借该角色提名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和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奖。秀春刀。
张译电影大全中也少不了《绣春刀》EI 修罗战场这部佳作。该片讲述了明天启7年，北镇抚司锦衣卫沈炼在追查案件中深陷阴谋，为了证明清白与少女北斋同僚裴伦协力查明真相的故事。张译在片中饰演锦衣卫千户陆文昭，他是镇抚司千户。沈炼的大哥想要改变蝼蚁一样的贱命，这才要换个活法走仕途，或许也是该诱因导致此人对权力的渴望接近病态。本片是张译首次以古装造型亮相大荧幕，时金刚川。金刚川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拍摄，截取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京城战役中的一段历史，讲述志愿军战士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顽强拼搏的英勇事迹。张译在片中饰演男主角张飞。本片当年获得了2021国防军事电影盛典优秀影片奖、第8届文荣奖最佳主旋律电影成就奖等荣誉。张译也凭借张飞一角获得了第18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